因应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，采用行政辅导先行制度。台南市警察局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，将对一款较高风险，只不过是行为偏差的少年朋友，结合相关资源协助辅导。过去用那种很严厉的那种军训式的，或是很严厉的训斥式的，这个在现今的时代，可能就必须要改变。少年辅导委员会运用中华社会安全网第2期计划经费，聘用28名辅导员以及4名督导，伫溪南以及溪北分别配置一个服务据点，并办理宣传活动以及相关工作的推展。过去只有开委员会，现在我们不但开委员会，也可以执行这些曝险少年或者是触法少年的辅导工作。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些专业的社工，跟孩子们拉近距离，让这些曝险少年能够有机会再回到正轨。对着少年辅导的目标是锁定伫12到18岁之间，借着委员会将教育、社会、司法等资源整合，帮助少年朋友回归正常生活，并预防犯罪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